我宣布佢係澳門最靚嘅聖誕燈飾，喺市中心新麗華酒店呢個轉角位陪咗澳門人好多年。後面仲有幅買少見少嘅馬賽克壁畫，美感呢家嘢真係唔使搞到咁複雜。雖然澳門啲賭場要幾豪華有幾豪華，但我始終偏愛舊城嘅聖誕氣氛。澳門人有一種儀式感，叫做去噴水池睇燈飾。由新麗華酒店行過嚟議事亭前地只係10分鐘。呢個廣場3個位必睇，噴水池全澳門最地標嘅聖誕樹，正對面舊市政廳大樓嘅外牆，年年都正常發揮嘅郵政總局大樓，靚唔靚就見仁見智啦。老實講，同歐洲嘅聖誕市集冇得比，但佢就係一種儀式感咯，唔識形容。換個角度，營地街望向噴水池呢個位，夜幕低垂，小販檔 mix 聖誕樹有另一番感覺。噴水池上斜路行幾分鐘，大堂前地。如果揀深夜先嚟，大教堂、石仔路、燈光、馬槽，氣氛會更加 peace。個 feel 係我最中意嗰首 Silent Night。唔講以為去咗里斯本，放聖誕假不妨近近地嚟澳門行下。